高丽菜价销是起起落落，去年的9月一粒爱几啊百块，最近因为产量济，目前大卖价销1公斤已经达到6块了。农粮署是表示讲，天气较凉冷，高丽菜是较好销，所以目前应该是无崩盘的问题。农民买顺势高丽菜园，这高丽菜搁半个月就会当收成，但受到去年9月高丽菜价销悬顶影响，真侪农民抢进，加上经济气候稳定，真适合高丽菜生长。高丽菜嘛，因为量济价销落来，农民表示，这等收偌济算偌济。产量上济啦，太良钱。嘛是了有赚毛了啦，系啦。无种无机会啦，有种才有机会啦。咧菜果菜市场，卖当看到高丽菜交货量明显增加。对此，菜果菜市场就讲，去年9月底，某高丽菜交货量无到20公吨，但现在本地高丽菜稳定生长，每天交货量拢超过200公吨。目前高丽菜平均的价销每公斤6块。30公斤一篮要卖到4000块啦，但是平均大概拢咧差不多60块左右啦，一篮拢差不多咧2000块左右啦，即马一篮呢，拢差不多200块啦。栽种量过大了，所以导致说供过于求吧，然后加上外面的生意也都不好。有卖菜帮商表示，虽然近期高丽菜产地交货量济，但买气阁不足，导致价销一直落。农粮署就表示，去年高丽菜价销好，造成农民期待抢进，互近期的价销变低。但随着天气转冷，民众需求阁会增加，买有高丽菜面临崩盘的问题。记者用为你报道。